今年10月，小犬风台海红头树受灾是真严重，到今已经2个多月，即马部落甲环岛的公路，也阁有100外拍的路顶拢是未倒的。行政院长陈建仁去到红头树视察，就强调讲2冬以来会完成红头树电缆线的地下化。 一阵强风汹涌甲西仔门吹走，路边的电火条啊嘛吹甲歪去。今年10月，小肯风台带来17级的强风，影响人数真大，造成全岛2423户停电。毋过过2个月啊，部落甲环岛公路也是有100外拍路顶故障未倒，对居民造成真无方便。行政院长陈建仁11到兰屿视察主体的灾损，也有灾后复原的情形。 小生台风确实是带来了很大的这个伤害但是呢，我们看到我们的居民呢，大家还是很乐观、很勇敢的来面对这个灾后复原的工作。希望中央都能够关心兰屿的一些公共事务，以及包含我们的道路拓宽以及我们的地下化电缆的工作。 针对小肯风台，互兰屿造成真侪位电火条啊倒去，也甲设备受损。陈建仁肯定台电公司用上紧的时间协助主体复电，嘛讲到政府编列10亿，甲全岛电线地下化，要求县政府甲台电协助路顶的问题。台电在今年呢年末这段时间呢发包的这个工程正在进行当中，那我们预计用2年的时间呢，会把整个兰屿地区的用电全部地下化。 虽上兰屿电缆地下化有一定的困难，离岛修理的材料爱靠海运，冬天的交通较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停开，国家因为欠工，也有倒来路无够快，时间爱考虑到无影响交通。毋过台电讲会克服困难，2年来完成全岛电线地下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